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在安息日的早晨，我们要回到圣殿来敬拜他。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虽然你们要来到圣殿当中，但是跟我们一样，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至圣所，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赞美你。哦，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起初的，
是幕后的。主啊，你掌管着全地，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在主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领受神你满满的恩典祝福。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成为他的儿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圣灵的活水在我们内心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也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关，许许多多的困难的地方，特别在这2年，我们遇到许许多多也许我们这一辈子想都没有想过会遇到的事情。这个新冠疫情已经造成全世界非常大的巨变，我们原先所面临的社会、所面临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它造成了许多人的生命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人的工作失去了，处在非常极度困难当中。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相信神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他都带领着。有时候我们会经过美丽的河岸，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欢愉，但是常常我们也面临到许多的忧愁，许多的困难，许多很难度过的难关。但是神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如果将重担带到他的面前，他就使我们得着安息。这是他给我们的许多这么大的一个应许。成为他的儿女，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他。成为他的儿女，真的是在我们遇到这么大的难关的时候，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他，我们定睛在他的面前。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为自己的软弱来祷告。特别我们将这些软弱带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交托给他，我们求神来背起替我们
背起我们身上的十字架，背起我们身上的重担。我们祈求神释放我们内心当中的苦楚，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灵里面得着自由。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摆上在圣灵的手中。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内心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困难。主啊，我们常常都想不出我们能够越过去这样子的一个难关。主啊，但是我们内心愿意仰望你，我们内心愿意相信你，你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必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遇见这样子的难关，但是主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带领着我们前面道路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神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流延续。神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爱你，神与我们爱你，生命江今天的礼拜来祷告，求神掌管今天的敬拜，也为玉山神学院来祷告，这间培养原住民传道师的神学院，我们求神特别来关顾，特别来带领他们，使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有更多的优秀的牧者可以来牧养他们的生命。我们也为今天邱牧师的讲道来祷告，求神恩膏在邱牧师的身上，透过邱牧师来带领我们，给我们从神来的力量与启示，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更多的连接在神。将开口为刚刚所说的事情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特别在今天为今天的礼拜程序来祷告。主啊，就求你亲自来掌管今天的礼拜当中。主啊，让每一个程序、每一个同工在这当中都能够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在这个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为玉山神学院来祷告，这是一个培养原住民的一个地方。主啊，我们求特别的眷顾那个神学院，使他们所做的工真的能够得着神你满满的祝福与恩典。特别为邱牧师今天的讲道来祷告，主恩膏特别高抹在邱牧师的身上，透过他来释放神你从属天来的智慧与能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为主今天的礼拜完全献上在神面前。圣灵的江河流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永远，我们爱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江河。就将我们起立来唱这首歌，自由永留在这里，在
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远不息。我们爱你，生命我们爱你。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在我们内心当中，即便我们曾经遭遇那么多的苦难，曾经遭遇那么多的让我们难过的事情，但是神真的是爱。这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赞美他。诗篇100篇这样说：当用感谢入他的门，当用赞美进入他的院。让我们真的用感谢与赞美来到神的宝座前来敬拜他。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来颂赞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是的，主，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啊，你是替我们预备的神，在你的手中，我们一切都因为神你的预备没有缺乏。主啊，你也是耶和华拉瓦的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你是耶和华沙龙。赐下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哈利路亚！主啊，你也是耶和华沙满，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在任何地方，不管在任何情况，你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因为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荣耀、一切权柄都归给你，感谢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也是公义的神。哈利路亚！你赐下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慈悲、怜悯，跟我们一辈子，直到永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阿们。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引我看见你。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你是围绕，引我看见你。十架上担当我的羞愧，手边上交换我生命。只有恢复我的心情，我同在是我坚定。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是围绕，引我看见你，是加上担当
基为重，我心里自带怜悯，淹没我的心，此生充满主恩典。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你宝血心事完全。主啊，我渴望你，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此生充满主恩典，你宝血心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十架上担当我罪的羞愧，手边上交换我生命，只留维护我的节期，与我同在，使我坚定。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心事完全。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心事完全。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都归给你，直到永远。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与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
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再次宣告：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在乎你，你的信实使大地存留，生命延续。因此恳求你赦免我们在你这位万物主宰面前的罪恶，因为我们常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殊不知每一口气息都在你的恩典还有保守中方得延续。因此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礼拜中重新顺服在你的话语面前，不论我们在生命的高峰或是低谷，都要重新回头来依靠你的信实，还有你的救恩。生命的主，帮助我们能够踏实走在生命的路上，就是你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是恩典，是复活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主，今天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心，使我们顺服你，更像你，也愿你安慰我们在你面前的忧伤，使我们乐意回转，而且因着你的国，还有你的义，还有你在这土地上的应许，使我们的心得到极大的平安，挪去我们跟随你的阻碍。愿主帮助我们在你生命的道路上，因着你的带领得到真正的自由。谢谢你。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恭受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37节，我们一起来恭读。
好。耶稣到加利利的迦百农城去，安息日他在那里教导人，听见他教导的人都很惊奇，因为他的话满有权威。在会堂里有一个污鬼附身的人，大声喊叫：“亚撒勒人的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是来灭除我们的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斥责那污鬼说：“住口！快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污鬼在大家面前把那人摔倒，就从他身上出来，一点儿也没有伤害他。大家惊讶不已，彼此议论说：“这是什么话呢？这个人居然有权柄和能力指挥污灵，污灵竟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遍遍了那一带地区。接下来我们要透过影片圣歌队要献诗。今年的献诗的诗歌是喜乐赞美的呼召。我们听完献诗之后，今天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很高兴我们邱淑斌牧师到我们当中来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耶稣赶鬼的现代意涵。
亲爱的谢牧师、许传道，还有富强教会主内的姐妹弟兄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也非常感谢富强教会以及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教会的同意以及我们的接纳，让我今天可以在这边玉山神学院来请安报告，以及在这个地方我要用圣经的话语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思想。今天我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4章31到37节。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思考说，这个经文里面记载的是耶稣赶鬼，但是呢，发生在2000年前的故事，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涵？民间信仰所说的鬼月，也就是农历7月，刚结束不久。台湾的民间信仰相信，在农历7月的时候，阴间的鬼魂可以回到世界，在这个世间游荡，享受人们为他们准备的丰盛的食物。但是其实一般人对于鬼是充满了惊慌，人认为鬼会作乱，鬼会骚扰人，会为人带来厄运，甚至他们会危害人的生命。所以一般人会想尽办法闪避鬼。在拜拜的祭品当中，有一样东西是空心菜，那因为他的心是中空的，所以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在鬼月的时候拜拜用空心菜？它代表的意思是无心留你，我没有心要留你在这边，所以呢，要求鬼魂吃饱了就赶快离开。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相信跟7月有关的这种说法。在过去也有教会推广，把7月当成是平安月。我们期待说，用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的平安，可以胜过过去的对7月的这种不安跟惊恐。说到鬼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提到一个跟鬼相关的故事。这个故事它平铺直述的说到，耶稣在会堂里面遇到一个被污鬼附身的人，附在那个人身上的污鬼向耶稣校正挑战，耶稣用话语制服了污鬼，把鬼从那个人的身上驱逐出去。这段经文的信息其实很浅显，它告诉我们，耶稣拥有极大的权柄，可以降服污鬼。不过，我想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跟这段故事里面的人物一样，有经历过跟邪灵或者是所谓的污鬼征战的经验。那么这段经文对于大多数没有被鬼附的经验，没有接触过被鬼附的人，也不曾实际参与赶鬼的我们来说，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好莱坞在1973年有出品过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做《大法师》。《大法师》这部电影，它描述有一个原本很可爱、举止正常的12岁女孩，可是呢，她却在被恶魔附身之后，她不由自主地做出种种既怪异又恐怖的行为。那个影片里面，她所叙述的是，这个小女孩，她不但会全身变成绿色，她会口吐黏液，她还会脱口说出不堪入耳的恶毒的话语，她还可以隔空移动物品，她的头甚至能够像猫头鹰一样360度的转动。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因为她的女儿被附身，所以饱受种种的折磨。当这个女孩子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这位母亲她不得不请神父来为小女孩驱逐附在她身上的鬼。因为鬼附导致人丧失原本健全的自我，言语行为脱序，以及片中2位神父跟魔鬼之间激烈的对峙，可以说是这部片子最主要的卖点。
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它曾经在电影院引起一阵阵的歇斯底里的集体恐慌，也曾经传出说有观众因为受不了剧情的冲击，所以昏倒。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提到鬼附或者是人被鬼附身的记载。在南国犹大灭亡之后，因为受到波斯二元论的影响，所以犹太的启示文学渐渐出现鬼附跟赶鬼的记载。到新约时代，尤其是在福音书里面，很明显的把魔鬼定义作抵挡上帝计划的超自然灵界的存在物，甚至在圣经里面，和上帝的旨意敌对的人，他们也是魔鬼的化身。所以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对他的门徒预言，他要受苦受难，他要被人害死。当彼得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对耶稣说：“主啊，千万不可。”耶稣就转过身，那个时候耶稣对彼得讲的就是：“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你是我的阻碍。”在那段经文当中，彼得想要阻止的是上帝透过耶稣的受苦受死来拯救人的计划，所以耶稣称呼他是撒旦，他是敌对上帝的计划的。在新约里面，基本上魔鬼指的是不洁净的灵，所以呢，他们也会被称为就是所谓的邪灵。魔鬼通常是栖息在旷野里面，他们任意伤害人，他们制造破坏。魔鬼的作祟会造成人的身体跟心灵生病，会给人带来厄运跟灾难，甚至会使人丧失生命。所以污鬼之所以令人害怕，是因为他们是独立于上帝之外，他们与上帝为敌，他们是一个有自己的意志的灵，他们也具有伤害人类的能力。那么被鬼附的人，他们为什么可怜可悲？特别是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因为魔鬼他们不相信上帝，所以鬼跟不信上帝是同义词，是不洁净的。跟魔鬼有关的人事物也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必须要从社会还有宗教的关系的脉络当中被隔绝。因此被鬼附的人，他们的可怜不只是因为他们和一般所谓的正常人的举动不一样而已，他们令人感到害怕，也是因为他们被超自然的力量所操控，没有自己的意志，又加上因为他们异于常人的言语行为可能会被误解、被轻视、被孤立，而到最终呢，是他们是丧失了生而为人应该有的尊严，还有健全的身心灵。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被鬼附的人，他们失落了他们被造的时候原本拥有的上帝的形象。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像圣经描写的跟污鬼征战，或者是被污鬼附身的经验，我想在科学时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肯定的说，鬼它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从鬼见到耶稣的时候的喊叫，还有那个被鬼附的人的处境来看，其实鬼它不是离我们那么遥远的存在，鬼可能在你我的周围，鬼其实甚至就在你我的内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被污鬼附身的人，他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出现在会堂里面。这一点有一点奇怪，因为被鬼附身的人通常是会被排拒在会堂的敬拜之外的，
他们不能够进到会堂里面去参与会堂的敬拜。所以很显然，这个被鬼附身的人，他从外表看起来可能跟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可以没有阻碍的进到会堂里。当这个人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喊叫说：“拿撒勒的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是来除灭我们的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这句话很显然不是出自那一位被鬼附的人，这是污鬼的声音。所以从这句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污鬼认的是耶稣，他也可以叫出耶稣的两个名字。在这边他称呼耶稣拿撒勒的耶稣，还有上帝的圣者，他知道耶稣的名字。再来，污鬼知道耶稣的任务，他知道耶稣来是为了要除灭他们，也就是耶稣来是要除灭敌对上帝旨意的撒旦的势力。耶稣来是为了要为上帝国的领导来做准备的。但是鬼虽然是出现在敬拜的场合，他可能也听过耶稣的教导，他认得耶稣的名字，他知道耶稣的任务是什么，他晓得上帝的旨意跟计划，但是鬼仍然执意要跟上帝做对敌。所以换一句话来说，知道还有表面上的敬拜，其实不能够代表内心真正的信仰。另外，古时候的人相信，名字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全部。一个人的名字呢，它代表的是他的生命、他的个性，还有他的命运。所以，就是说，对古时候的人来说，他们相信说呢，知道名字，他就是对取这个名字的人或者是神明，他具有控制权。所以，比如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问上帝，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其实摩西的举动暗示的是他想要控制上帝。所以这个出现在会堂的污鬼，他叫出耶稣的两个名字，表示说污鬼认出耶稣的身份，他知道上帝的旨意。但是鬼不只不愿意顺服，他甚至企图要控制耶稣。我们可以思考，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潜意识，我们想要借着祈祷、奉献来控制上帝？所以我们可能想，因为我奉献金钱、时间，我的恩赐，因为我虔诚祈祷，向上帝祈求，所以呢，不管我祈求的是不是万国可以归向上帝，不管我祈求的是不是上帝的国，还有上帝的义可以临到，我所祈求的，上帝要因为我的虔诚，因为我的奉献，所以他应该要为我成就我所祈祷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这是另外的一种被鬼附的现象，我们想要操控上帝。另外，从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处境来看，被鬼附的人，他其实是被他自己本身以外的力量所控制，他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意志，再加上他会被周围的人误解，他会被轻视，他会被排拒在宗教的活动以外，所以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在宗教生活上面都受到孤立，他们的身心灵受到创伤，甚至他们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好像德国的天主教神父古伦神父他所指出的，污鬼或者是这些控制人的力量，它不只是一种敌对上帝的超自然的存有，所谓的鬼也可能是人生命中的种种压力、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想法、不恰当的思考、混乱的情绪、障碍的感觉，或者是没有办法清晰的思考跟分裂的内心。
我们其实也可以加上一些解说，比如说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对于过去的失败的执着，还有我们对于物质、权位、名跟利的追求等等。像这一些的话呢，其实都是破坏上帝的旨意，都是破坏上帝赋予我们的形象的一种力量。所以它其实也可以更广义的说，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鬼。所以也就是就是这么说，不只是反对上帝的实存，其实所有内在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敌对上帝美善旨意的力量跟作用，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称之为鬼。就好像大法师里面那一个年轻的神父，大法师里面有2个神父，那这当中有一个比较年轻的神父，他因为他自己的母亲的过世，他认为他有责任，所以他在那个片中，他表现出来的是他深深的责备他自己。那他母亲的过世也让他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当这个年轻的神父为那个女孩子赶鬼的时候，他还要面对他自己内心的恶魔。所以有影评这么说，在《大法师》这部电影里面，真正恐怖的其实不是那个小女孩被附身之后的可怕行径，也不是魔鬼难以降服。在那个片子里面，其实真正恐怖的是人的内心对过去遗憾的事情的后悔、无力跟痛苦。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年轻的男主角是因为母亲的过世，所以他责备自己，乃至于他对人生充满疑问。而另外一个主导驱魔仪式的比较年长的神父，他认为呢，这个魔鬼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去挖掘古墓而引起的，所以他也心里面有所亏欠。而这一种心里面的障碍，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难以控制，不断去回想的一种无意识的自虐举动。这些宰制人的力量就是鬼。固定参与教会的各种聚会，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熟悉。对于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参与教会主日学的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对圣经的金句我们可以背得很熟。当我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告白，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句话也常常放在我们的嘴里面。我们可能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还有上帝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可是我们常常无力去实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故意违反、不顺服。像前面我说的这些状况，不是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现在罪恶带来的快乐，落在自怜的情绪，隐藏我们内心的怨恨、悲痛、恐惧和不安全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让我们失落了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上帝的形象？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隐藏着一些破坏我们身心灵的整全的污鬼？我们是不是担心，我们为自己构筑了一些所谓的安全的堡垒？我们如果放弃或者是离开了，我们是不是也就会丧失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拥有的？我们的人生也就因此不再平静。亲爱的姐妹弟兄，圣经告诉我们，情况不会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命令辖制那个人的鬼从那个人的身上出来，鬼在众人的面前将那个人摔倒，但是一点儿也没有伤害到他。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正在辖制我们生命的事物，离开或者放弃那一些目前辖制我们的事物，我们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我们可能感到不自在，但是事实上并不会对我们造成损失或者伤害。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它是记载耶稣公开传道之后的第一个神迹。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耶稣进入会堂，他在会堂里面有诵读过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说：“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拣选我，要我向贫穷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其实这句话为了耶稣赶鬼的背后的意涵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耶稣赶鬼，让那一个在鬼的控制下面失去他自己的意志，失去跟其他人的连结，丧失生而为人的尊严的人，他可以脱离鬼对他的控制，他可以重新获得自由，他可以拥有新的生命。耶稣制服了那个伤害、压迫人的生命，使得人的生命残缺不全，跟其他人疏离的邪恶力量。我们可能可以问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力量、事物等等控制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自由？基督教会宣讲的福音是什么？基督教会宣扬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的确信，是不是为我们带来喜乐跟盼望？这样的告白，有没有赐给我们能够赢过敌对上帝，使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创造的形象的黑暗势力？在这边邀请各位姐妹弟兄，盼望我们都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诚实而且勇敢地面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压制我们的权势。更盼望借着圣经的应许，我们可以亲近这一位拥有权柄、可以赶鬼的耶稣，因为他要松绑，让我们离开我们生命的枷锁，使我们可以从辖制我们的势力之下得到释放，能够享受生命的喜乐以及真正的自由。请我们同心祷告。恩典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形象创造我们，又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你差遣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拥有能够让我们脱离辖制我们生命当中种种力量的一个拯救者。我们也感谢你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因我们的软弱的缘故，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姐妹弟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或许我们有我们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的种种的捆绑，恳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拯救、对你的权柄有这样子的一种确信，让我们能够凭着你的恩典以及权柄，能够赢过所有压制我们的势力，让我们能够获得从你而来的盼望以及自由以及新生命。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里我要用一点时间来代表玉山神学院的老师还有院长还有所有的师职生，向各位弟兄姐妹请安，以及也向各位弟兄姐妹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弟兄姐妹用我们的祷告还有金钱的奉献来支持玉山神学院的种种事工，让我们在进行事工的时候不至于在经济上面有太大的匮乏。那我相信过去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牧者，他们其实大概都有把玉神的募款影片播放给各位弟兄姐妹哈。那我们今年也有做一部新的影片，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看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学习等等。
知道玉山神学院它是为了特别为了原住民的教会预备工作者还有传道人的一所学院哈，所以玉山神学院的当然就是说最主要的事工是神学教育。但是其实除了传道人的培育之外，我认为其实有2项事工，它其实就是说是很有意义的哈。那其中的一项是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东部的原住民小型教会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发展计划。那是在大概10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这样一个事工。因为在东部的原住民跟在北部或者是说西部的原住民，它其实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对于比如讲说那个泰雅族，或者是说现在的布农族，还有鲁凯族、排湾族等等，他们有他们的特色产业哈。所以比如讲说4、5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应该要买怎么样那个泰雅族的教会出产的水蜜桃。那其他的话呢，比较南部的部分的话，也开始发展所谓的咖啡的这种种植哈。那对于东部的就是说原住民来说的话，因为东部的腹地比较狭小，那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借着农业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所以很多在东部的原住民，他们必须要到西部或者是北部去工作。那留在就是说部落里面的，不是高龄的老人家的话，就是说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那在这种隔代教养的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在主日学的宗教教育上面是很缺乏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很多的弱小教会，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支持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牧会。那我们知道，教会没有传道人的话，它其实会是一种恶性循环，然后就是说那个信徒的信仰没有办法得到培育。所以就是说，玉山神学院在10多年前看到东部的原住民的，特别是小型教会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是说派神学生就到这样子的小教会去。那通常到这样的小教会的同学，我们会特别要求他们至少一定要做2样事工，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其实要开始能够建立主日学，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说可以的话，其实要建立所谓的青少年团契。那借着这种信仰的一种培育，让这些小孩子他们到某一个年龄，可能就是说要出外去读书等等，不至于他们对于信仰完全没有理解而离开教会。那因为这样的小型教会，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支持传道人的，就是说那个生活。那他们其实也不太愿意聘神学生，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玉山神学院是用募款的方式，然后就是说补助神学生他们的那个交通费，还有实习金等等。那再来的话，另一项事工是我们大概在4年前开始招收东南亚比较贫穷的国家的原住民的牧者。所以呢，我们这4年来的话，有从缅甸来，有从印尼来，再来的话有从马来西亚、从印度来的牧者。那这些就是说牧者们他们在比较贫穷的国家来，所以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其实没有办法可以支应他们在学费上面还有生活费上面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比较弱小来的国家的牧者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也是为他们募集奖学金哈。玉山神学院的1年的经常费，今年是6200万。那我们其实还有因为建筑大楼的缘故，我们大概应该还有7000多万的这种欠款。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玉山神学院为什么在经济不是那么充裕的状况之下，愿意去协助东部的弱小教会？愿意去支持从东南亚比较贫穷来的国家的教会的牧者，这是我们想到在75年前玉山神学院开始设立之后，我们受到国际国外宣教士的协助，我们受到从平地来的教会跟牧者的支持。所以在75年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些能力，那我们也愿意去负担比较贫穷弱势的教会以及国家他们的需求。那目的是呢，我们希望玉山神学院不只是为原住民教会预备牧者，而是我们真正能够参与在宣教上面，能够参与上帝国的建造。在这边要再一次的感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代祷以及奉献，让玉山神学院在过去在我们设计或者是说筹备施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能力经济上面的支持，可以去进行这些施工。那玉山神学院仍然很需要各位弟兄姐妹，
用我们的代祷跟奉献来支持，让我们真的能够无愧的对上帝说，在上帝国的建造上面，玉山神学院真的努力了。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谢谢邱牧师的报告分享，那也邀请弟兄姐妹们用代祷还有实际的行为奉献来支持玉山神学院各样的事工还有摆上。那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用圣诗159首华语版一起来作为回应的吟唱。心灵的主宰，成为我愿景。世上唯有你是我所憧憬，我日以继夜不停思念中，你做我明灯，照亮我前路。主赐我智慧，作正道话语，永远跟随你，从此不分离。你做我天父，我做你儿女，求主我心中与我相密契，我不求财富与俗世名声，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恒。我除你以外，心别无所求。天上大君王，珍贵永不朽。天上大君王，助我开玄柜，得享天喜悦，如日发光辉。纵然有风波，主领我左右。你做我愿景，永掌管万有。阿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为以下的事项来公祷。第一，求主的圣灵施恩，在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环境中设立界限，使我们有力量对不正常的控制欲、自怜、不美善的执着说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保护还有平安。第二，我们也求主保守教会的各族群，不管是下周我们青年纪念主日，或是下周松年主日的部分，还有再来和会的部分，愿主使用他的教会富强教会来做美善的圣工。最后，我们同样继续为玉山神学院的服事祷告，愿主兴旺台湾的教会，还有牧者的培育。我们为以下3项事件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工作，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极大的引导。愿你的父，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界限在我们当中，也恳求你看顾教会的各族群。亲爱的主圣灵，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
还有我们整场礼拜。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深深的在我们当中工作，也在我们当中动工。所以亲爱的父，愿你固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不同的族群，不论是年轻的、年长的，或是我们在侍奉的，或是我们在敬拜中体验你的。父啊，我们的心都能够蒙你的保护，而且有你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设立一个界限，能够看到你的视野，而不以偏颇或自怜或是想要控制一切的视野来看待我们的环境。愿你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愿你生命大能的自由也能够释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走天道这条路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害怕也不丧胆，因为我们依靠的是万军耶和华那掌权的主。愿你侍奉给众教会，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深敬拜你，一生爱你，深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周的这个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言20章29节。我们一起来看报告。下周我们是青年主日，所以我们由我们的神学生雅婷神学生来证道。我们司会是林清长老，我们期望我们下个礼拜一同来为我们的青年打气，他们要参与服事，参与敬拜，参与服事。我们来看肢体交通，今天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很谢谢邱淑斌牧师到我们当中证道请安，我们要持续为玉山神学院来代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玉山神学院那里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也可以住了所以我们脚踏那边去，我们可以在那边有一个很好的灵修时间。我们今天欢迎陈南洲牧师，敬爱陈南牧师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陪同邱牧师到我们当中我们求神来纪念他们在那边的服事跟生活。夏牧师跟我们的满族长老今天去佐证教会，他们要拣选牧师，所以他们没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为求神来纪念他们服事。第二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3个礼拜之后，10月24号我们要召开临时合会，
我们要来改选长职。原本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小会在计算的流程，有可能要开到3次的3个礼拜的投票才有可能选举出来。但是因为疫情有改善，所以我们的空间上允许有更多人参与，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在10月24号能够有1次的合会，就把我们的长职能够选举完成哈。但是这个中间要靠我们弟兄姐妹的参与。那我们第2堂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人在线上聚会欢迎大家，只要在没有特别的拦阻，能够回到教会来聚会我看上个礼拜的周报，我们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还有94名所以欢迎我们的第2堂的兄姐能够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主。那倘若你在10月24号不是很方便来参与，我们也请我们向我们的小组长或是我们干事和我们的所有长老来请假。好，第3点我们10月17号举行松年主日，我们请来纪念了。我们第2堂大概符合领松年的可能比较少了都是第1堂了还有我们第4项，在12月12号我们要举行圣礼典要来举行受洗典礼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段时间都没有了举行圣礼典。盼望我们这当中有感动要受洗的兄姐，我们在11月14号以前来报名。第5项，我们因为疫情稳定之后，我们教会很多聚会跟事工恢复运作。我们的主日学在10月17号开始有实体的聚会，爱心午餐也恢复了，我们心灵转角也开放了那周6的书偶班也开始了我们求主来纪念这些事工。那等一下我们会举行10月份的庆生我们以下补充，我们请雅柔传道来做请安。好，大家平安。今天有几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其中的要先介绍的是苏静慧还有吴永瑞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欢迎，好，可以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吗？好，那欢迎大家可以去认识关心。那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第1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我们楼上有一位昨天也来到我们当中的青年，他的绰号叫白白，但是他有点害羞，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为他来代祷。好，欢迎你。OK， 好，那还有吗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新朋友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起立唱颂诗歌《我的神，我的王》。你说我们请邱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遵守你，我要天天遵守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留一点时间来庆祝10月份的弟兄姐妹的生日。好，这个时候我们在座或是线上的弟兄姐妹，10月的寿星的，我们都一起起立好吗？一起起立，10月份的寿星，好，10月份的寿星我们拍手。哇，我们拍手祝福他们。那我们一样为他们来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华语的还有英文的。祝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要请秋玉长老娘来吹蜡烛的代表，我们非常的高兴，也求神来祝福10月份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哇，我们再次掌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全然爱我们的父神，真的谢谢你将10月份的寿星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在富强教会成为属灵的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要在你面前为了他们祈求父神，你圣手来牵引他们前面的道路，你的慈爱恩惠大大的恩福赐给他们，让他们在工作上能够顺利，在家庭上能够幸福和乐，在信仰上能够坚定不移，信靠你直到永远。我们也更祈求父神来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天第1场、第2场的聚会都蒙你的恩典，圣灵来带领我们新的一周，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恭敬的再一次将10月份的寿星，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上，你来带领祝福，这样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跟弟兄姐妹们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我们一起来联谊，好，结束今天的聚会。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欢迎新朋友哈，我们就请那个同工来接待。